大家好啊，又係我鍾志成，又到咗我哋街口士多吹水嘅時候啦。非常抱歉啦，因為之前有啲生活上邊嘅有啲問題啦，咁啊需要去處理嘅。咁有成2個星期冇同大家吹水啦。咁雖然咧我而家嘅影響力係好少嘅，但係隨住我嘅更新啦，希望會吸引到大家講粵語啦，或者叫做廣東話啦嘅朋友仔啦，得閒可以留下言吹下水，分享下或者訴苦下都得，或者係你有咩新鮮好有趣嘅事情，大家可以攞出嚟分享。今次今個上個星期咧，令我最激動不已嘅係因為我最近係繼續練我嘅長跑。大家可能唔知道，可能如果冇留意嘅話咧，就唔清楚呢個信息。喺今一次嘅最新嘅倫敦馬拉松上邊咧，係第一次有人可以喺正式比賽入邊突破2小時，即係話咧，佢係將42.195公里完成呢個馬拉松嘅距離嘅時候，佢所有嘅用時係喺2小時之內。佢係目前第一個喺正式比賽計時嘅情況下突破2小時嘅選手。呢位選手嘅名叫做薩維，薩滿嘅薩，維他奶嘅維，薩維。咁佢最終成績咧係1小時59分30秒，其實係好誇張嘅。如果你計算一下，用簡單啲嘅計算機計算一下，我當齊頭數2個小時42.195公里，我哋將零整嘅都唔計先，42公里2小時跑完，係兩隻腳咁跑啊，即係用我哋呢啲腳，自己隻腳加對跑鞋就咁跑，平均時速1個鐘21公里，21公里喎。我哋如果普通人嘅話，唔好話跑1小時21公里呢個速度，我哋即使係踩單車，自己踩單車2個鐘，我俾2個小時你自己踩單車，你踩42公里俾我睇，我哋普通人都好唔一定個個都可以做得到，但係呢位選手係兩隻腳跑就可以跑得到啦。當然啦，呢啲係極少數嘅世界上最優秀嘅最頂級嘅運動員，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非常震撼嘅一件事，都係我印象中最深刻。我過去呢個星期呢1-2個星期入邊印象最深刻嘅一樣事，所以我覺得可以為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做一個記錄，因為我當初做呢個街口士多嘅一個 channel 嘅時候咧，呢個頻道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話想為我哋首先要感謝目前呢個互聯網呢個社會，將我哋好多嘅聲音啦、我哋嘅圖片咧、我哋嘅資訊啦，用更加好嘅方式去保留落嚟，亦都有人用一種新嘅方式記錄事情嘅。比如話我哋最早期，我記得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啦，90年代，我聽過一個記載方式嘅一個特別啲嘅記載歷史或者係記載事情嘅一個字，就係叫做當時叫做時光膠囊。係點樣嘅咧？比如話係其實有啲人會將到好似一個膠囊咁樣嘅圓膠囊係點樣咧？即係類似我哋食藥嗰啲藥丸膠囊咁樣嘅，佢係塑料嘅。咁你就係話可以將一啲，因為我哋90年代當時嘅互聯網係冇咁發達嘅，咁我哋就比如話我哋會做一啲簡單嘅，做一啲記錄事情，比如話我寫個留言俾我10年後，比如我叫鍾志成啦，係咪？我當係1995年嘅鍾志成寫俾2005年嘅鍾志成，即係你會有一個10年嘅
12年嘅時間俾自己，就將佢記錄一啲事，同將來嘅自己溝通，等將來去到嗰個時間點嘅情況下，我再打開翻呢個時間膠囊去睇翻我哋當時嘅嘢，係一種回憶。所以其實我哋當初做呢個頻道嘅時候咧，我嘅初衷可能會偏向呢種做吹水啊，或者係一啲記錄當時嗰年代要發生嘅事情，或者有趣嘅特別嘅事情，我覺得用呢種方式記錄落嚟都可以。咁所以話咧，今個星期或者係呢2個星期，我真係有時抽唔開時間，可能即係哪怕係好似而家咁，我今日自己力量訓練完啦，就有時間坐低同大家記錄一下，因為過去1-2個星期有啲事真係非常抱歉，冇辦法更新。但係再講翻今次呢個馬拉松呢個破紀錄破2呢個誇張嘅成績，我冇第一時間做一啲視頻嘅發布或者相關嘅評論，因為我個人性格係比較中意就係話事情出咗嚟，我可以先好似話齋，讓子彈先飛一飛，等消息再沉澱一下，唔好話去亂咁發布一啲嘢。因為我係首先我冇睇直播，咁我亦都係喺互聯網上面睇到相關嘅視頻。但係咧視頻因為佢有啲視頻咧係影住佢衝線嗰刻，當呢個剎維衝線嘅時候，佢背後嘅計時器嘅分牌上面係寫住1小時59分41秒。咁但係喺最後官方公布佢嘅成績出嚟，可能佢有啲計算方面嘅一啲考慮或者係其他因素影響啦。咁佢最終官方成績係1小時59分30秒。咁哇，其實好誇張嘅。普通人可能唔理解跑馬拉松突破2小時嘅意義喺大，但係如果你有跑馬拉松或者係有啲長跑經驗嘅愛好者嘅情況下，亦都好敬畏呢樣嘢。馬拉松首先佢係真係一個極限嘅挑戰，對人體極限。我相信唔係每一個人，就係真嘅，唔係每一個人可以完成到呢一個距離42.195呢個距離，即係喺有限時間入邊。因為佢會對你嘅身體嘅機能啦、你嘅肌肉咧、你嘅骨骼啦，其實係成個人嘅整體嘅，無論循例嘅意志、你嘅體力、你嘅肌肉量、你嘅身體協調，方方面面，哪怕係去到好微細嘅，你身體嘅五臟六腑、你嘅內臟、你毛孔，因為你要散熱，各方面要配合，達到一個好平衡、好均衡嘅一種狀態，你先可以完成到呢樣嘢。所以破2係非常非常困難嘅事。當初早喺馬拉松呢一個項目被確立之前，幾十年前，好似係18幾多年定係19幾多年開始有嘅。我非常抱歉我冇查過，但係咧當時就話人類係冇可能喺2個小時幾多分，我哋都唔係好記得，反正就話喺2個鐘多啲嘅情況下，係冇可能可以完成到42.195呢一個距離嘅。當時嘅人類係話冇可能，但係隨住我哋嘅科技嘅發展，我哋科學嘅進步，我哋對人體結構嘅了解啦，對肌肉啊、對骨骼啊，或者係甚至到運動科學嘅一種技術嘅調整啦，再加上現今嘅我哋會有相關嘅跑步嘅，亦都有相關嘅裝備，比如話跑鞋、背心，係咪一啲補給，比如話能量膠或者係一啲鹽丸啊各方面嘅補充嘅幫助之下咧，雖然可能呢啲人可能大家會覺得咁你咪即係出術或者係就話靠科技，我認為係多少有啲嘅，多少係會有啲嘅，但係前提條件下，如果冇呢啲
冇呢啲所謂嘅幫助，比如話你補充能量膠、補充鹽或營養呢啲嘢，你冇呢啲補充嘅話，你係咪都可以跑得完呢個距離咧？其實亦都會，都可以完成到，但係就突破唔到咁快。但係我想講嘅問題就係話，無論呢啲科技嘅嘢加唔加上去都好，我即使話普通人係咪一個專業嘅馬拉松選手同一個普通人，首先佢哋嘅條件係唔一樣嘅。佢係適合長跑呢樣嘢嘅話，佢要訓練去達到一種平衡，然之後呢啲所謂嘅補給嘅嘢嘅話咧，對佢係一種輔助。哪怕係普通人，難道你2個鐘頭你唔飲水？冇可能㗎，係咪先？即係有啲嘢唔可以話為咗爭拗而爭拗。我哋首先去理性啲睇翻呢一樣嘢。人類嘅極限係可以被不斷咁樣去突破，但係咧就係話係用最原始嘅方法突破啊，還是係話借助一啲更先進一啲科技方法幫助我哋去突破。對於運動呢樣嘢嚟講，我覺得特別馬拉松呢啲嘢嘅話，其實佢本身都係挑戰緊我哋身體嘅極限，係真係嘅。咁所以你話有呢啲所謂嘅補給嘅話，有冇幫助？係有，但係前提條件唔係，即使係話有幫助，比如話我而家係練長跑啊嘛，我自己去食呢啲能量膠、鹽丸，我可唔可以跑到咁嘅成績？冇可能啊嘛。所以唔係話嗰啲補給品俾呢個跑者去完成，係呢個跑者有咁嘅能力，佢先可以完成到咁嘅距離。所以呢個係我非常敬佩嘅一個突破嚟嘅。咁亦都非常恭喜今次倫敦馬拉松前3名嘅跑者，因為第2名嘅跑者亦都非常之強。第2名嘅跑者係第一次參加正式嘅馬拉松比賽，佢亦都係突破，好似佢都係突破咗2小時呢個大關嘅，亦都係非常誇張嘅一個人。因為你諗下，第一次正式比賽跑緊馬拉松都破2喎，亦都破咗前世界紀錄喎。第3名跑者係2小時零幾多秒嘅，呢位跑者亦都勁，超誇張。其實今次倫敦馬拉松嘅話，非常之恐怖。頭3名男性嘅跑者全部破晒世界紀錄。你話係科技又好，或者係話天氣問題都好，當然啦。咁呢個範圍太大啦，我覺得再延伸落去，我哋真係講到聽朝都未必講得完。所以我哋係可以話我非常之敬佩呢3位跑者。首先再一次恭喜佢哋。希望你哋喺未來繼續保持健康嘅競技狀態，繼續向我哋呢個運動去挑戰更加多嘅極限，亦都分享俾全世界各位朋友。跑步係可以令到人身心健康嘅，呢個我可以確認咁俾你。但係呢，每一位朋友，如果你有其他愛好，我相信你可以堅持落嚟，因為只要你肯運動，你身體各個方面都會俾你信號。你邊部分你需要加強啊？你邊部分有唔舒服地方啊？係為你身體好，我覺得係真嘅。好啦，今期呢，我哋就先簡單咁介紹到呢度啦。至於我幕後嘅 partner 啦，佢都覺得我暫時呢個播放率呢，有啲未達到佢嘅預期啦，或者係一啲相關嘅follow up 啊嘅數據啦。咁希望啦，喺不久嘅將來可以盡快咁完成到佢俾我嘅指標，佢俾我嘅任務。咁大家都可以聽到我同我 partner 我哋嘅威水史，亦都係關於我哋佛山嘅一啲故事啦、點滴啦。我哋80年代僆仔嘅時候，整個佛山係點樣？講太多嘅。好啦，今次就先同大家講咁多，我哋下次見啦。
街口士多等緊你啊！拜拜。